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2月1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安南区海环街去年4月被查到非法堆放废弃物以后，到今拢无清除好势，而且不时有火灾，臭味更是互居民挡袂牢。对此，议员黄丽娇在议会临时会开议的时阵，就要求市府展现公权力，赶紧清除，互居民一个交代。伫安南区海西段89地号被非法堆放大量废弃物，一放就是超过2吨，堆敢若一座山。被电园检举以后，嘛不时传出火警，后续拍花以后的恶臭甲毒烟，更是互民众挡袂牢。对此，议员黄丽娇伫临时会开议，早着海西、海东2里居民的陈情书向议长曲丽丽请命，要求政府展现公权力。特别是检方嘛已经介入，要求尽速恢复原状，所以进一步要求市府代替因来求偿。因为你到12月跟我们回复，到今年年底会帮我们清除完，但是你到现在那边的恶臭味，真的你去那边住一阵子看看呐，情何以堪？你看那些居民他们的生活品质是怎样，包括附近的居民。所闻到的那个恶臭味，真的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这个厂它现在70几包打包的今天会清光，就是陆续我们按调度了永康文化厂的量来去协助它处理从上次7月着火之后，后面它是有闷烧，现在地主都有主动出来处理了当然我们不希望。让他继续就是有烟，然后每天你就过着紧张的日子，所以我们有约这个行为人跟地主这几天在密集在谈下一阶段怎么清，因为打包的已经今天可以清完，所以下一阶段他会继续再处理。面对环保局长的答复，让议长曲丽丽听不落去。原本估计需要7吨才清得完的本色山，议长讲出重话，要求年底进前至少要清一半。觉得那个不是只有行为人跟地主啦，那个已经影响到。是的，我们会积极去处理，然后。很积极的，那个如果地主他现在又说什么他财务吃紧，那财务吃紧，我们就要吃垃圾吗？对了，所以我们要发挥这个公权力。不过我蛮好奇，为什么他们刚刚黄议员也说了7年才能清除我都不知道7年怎么计算。如果7年才能清除完，那今年年底怎么计算？好了，那个，请。我们有权利的，就不会停歇的、不间断的持续清除。你要在农历过年前让人家看到一个至少。会中市长嘛承诺一定会积极来处理，袂因为行为人的财务出问题停止清除的脚步。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今年台南的天高地白例伫突破2万例以后，虽然有明显下降，甚至到11号一天只剩3例，不过因为北区阁传出要到民众厝内喷药造成民怨四起。对此，市长黄伟提表示，会持续检讨喷药的标准。台南天高的疫情今年到达达到2万2000多例，伫持续动员风地甲气候影响，到11号统计一天只剩3例。不过北区原美里也被通知爱喷药造成民怨四起。议员陈丁伫议会临时会就替民众请命，质疑严重时无喷，现在喷是啥物意思？要求更较好的防疫作为。会中议员林美燕嘛要求市府伫疫情过一段落以后进行专案报告，检讨防疫措施。很多市民朋友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还要到家里面来喷药？有没有调整防疫措施的这个？我跟议员报告，我们当然是有病例的时候就喷药，没有，我也没事跑到你家去喷药。当然，但是对民众来讲啦，目前病例整个台南1天3例，然后民众的家里好被喷药，他就觉得说，好不容易我可能已经躲过这一次热潮，就是有没有更好的防疫的措施跟作为啦？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多民众在这个阶段，他觉得真的应该过了，而且每天病例2、3例而已，结果他还要到家里来喷药，但民众很难接受。我分辨疫情起来还是市府被骂。
防疫的措施要怎么做啦？既然我们莫秘书长他是带队在做统筹这个病例的话，我们希望他能够来议会做一个专项报告。如果未来如何去防范，然后在今年的就是病例的繁殖过程中，他是如何去做的？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疫情正式结束，就是说连续几天都已经是0个案，我们会总结，然后跟议会做一个报告。面对天高热，尤其是喷药的标准等防疫作为执行人员，市长嘛亲自回应，表示因为乱党为了慎重将疫情搁压起来，只要有病例也是会喷药啊。疫情下去了，现在大家都说不要喷药，但如果我们还是很担心疫情如果死灰复燃，那个时候可能就到时候又要被怪罪了。尤其今年是暖冬，到底这个病媒蚊会不会过冬，还是在冬天的时候都能够完全绝迹？这个部分还需要密切的观察。因此呢，我们会这个很审慎的在研议这个喷药，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代？如果有取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还是会开一级指挥中心会议，指挥中心有决定的话，专家学者可以认可的话，我们就会决定说喷药有没有可以取代的方案。如果有取代的方案，会尽速公告。天高热台南疫情虽然渐渐进入尾声，不过卫生局长强调也是袂当大意，因为咱隔壁高雄疫情也无完全控制。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国立国中泡沫医甲台南市美术馆合作，将伫16号推出展览。这次非常特别，过去国中借出的展品到地方只会展出5件。这摆煞展出翠玉白菜等15件国宝，会当讲是规模上大一摆。工作人员细腻的为装修的盒仔内面当中摕出物件，墙边竟是有几若位警察，因为内面藏的是珍贵的国宝，由台南市美术馆主办，配合国立国中泡沫院的出游计划，将15件人气国宝，包括翠玉白菜等宝物，砸来台南做展出。故宫文物出门的要求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等于是有点变相去解释每一个展馆的一个标准的设备，包括它的温湿度环境控制，包括它的安全管理，包括它的策展作业。故宫希望跟所有的国内的博物馆携手合作。肉香蕉甲翠玉白菜袂使同时出门。台南市长黄伟綽特别手提控肉红仔，为大型盒仔内底当中献心，欢迎各种国宝来到台南做客。为着保护这批珍贵的宝物，台南市美术馆拢依照国境的流程来办理。确保文物的安全，因为它需要24小时的戒备，比起我们在保护总统级的这个规模是不相上下。希望很多南部的朋友，不管南台湾的县市，都能够来到我们台南美术馆，能够一睹故宫国宝的国之重宝的风采。除了翠玉白菜，还有昆绣青花串联龙纹天球屏。地点也将展出清明上河图的所谓动画，让民众感受科技甲艺术之美。国中也借着这次展览来共同庆祝台南18冬。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根据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今年台南市交通的市政好感度摕下拿到第1。不管是立体停车场的兴建、照顾偏乡的消防公车，以及公共自行车等方面的努力，拢有真好的成绩。面对新的一冬，交通局除了发表成果，也展望未来的交通建设。交通局会向市民报告，今年度以人本交通加方便快速等施政目标，上午伫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会中除了讲到提升路口行人安全的计划，完成消防公车11条大型的路线，以及智慧交通的停车管理、减少塞车等成效以外，其中发展公共自行车优摆嘛成为一大亮点。今年2月上线以后，使用人数超过140万人次，已经设立伫29个行政区，突破300站。局长表示，每年将持续扩大服务。U-Bike 的这个成功营运呢，改变了很多在市区很多的这个民众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行为，不管是上学或者是透过一些短程的这个旅次的需要那我想
透过站点的密集的连结，让大家对于 U-Bike 使用觉得越来越便利，也能够更吸引大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透过跟各方的合作，来找寻适当的地点来设置。台南对 T-Bike 改成 U-Bike 公共自行车系统备受好评，民众嘛期待每年会当延续前半点钟免费的优惠电服务。未来希望就是看市政府能不能就是再提供久一点的前半个小时的优惠，或者是市民也可以再多一点的优惠，就是让更多人就是可以去使用它。对，然后因为其实台南天气很好啦，我觉得周末有时候会喜欢跟家人出去玩，然后我觉得有 U-Bike 可以跟爸爸妈妈，然后带着小朋友，就是大家一起骑车，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亲子同乐的一个不错的好的一个方向。发电列车运输本来就是主流，台南目前的 U-Bike 有3720台，电动辅助的500台嘛已经全数投入，提供民众地道的交通接驳加观光休闲运动。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2023公益之梦特展为今仔日开始到12月18号盛大开展，这次总共展出86组台湾工艺奖得奖作品，嘛配合今年度的主题展，组织各类工艺品，要互民众欣赏到工艺之美。台湾工艺比赛每年将迈入第30档，伫今年转型升级为台湾工艺奖。创建工艺人才培育系统，完善台湾工艺产业。这次总共有80件创作奖，共6件协作奖，并伫咧台南新港3月做展出。活公益，公益活，让所有的公益产业，还有所有的公益的创作者、公益的这些协作的单位，都能够持续的活络起来，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因为有工艺品而这个能够大大的被提升起来，让这样的公益活动能融入消费者、一般顾客、一般人的生活环境当中。那也希望星光三月跟公益中心未来的合作，能为台湾的一些公益的一些发展能永续的发展尽一份心力。今年的主题是自然影响生还，创作者使用各种无同的媒材，以作品探讨环境影响，同时探索工艺技术及精神。其中这项作品彼岸，就呈现出生命循环的意涵，表达出祝福甲传承的心意。那我这一次的作品叫做彼岸，然后我特别使用了跟碳琢的痕迹，这是我自己去发展出来的一个工艺的技术。那我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冷接，那冷接的话，在金属工艺里面，就是它挑战的是每个人对于金属材料的驾驭的能力。现场也展出得到新港3月特别奖的传家宝盒，以及结合其他工艺创作者。用插头、琉璃、织布等作品，带领民众看到工艺之美。另外，年度主题展木里夫妻好朋友，邀请到侪个文创品牌，以暖心的作品疗愈观者的心灵。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照顾面部受伤甲烧烫伤囡仔的阳光基金会，多年来透过画作，要互大家看到因的勇气。这回因的巡回展览，最后一场来到基美病院，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往体会每一幅图画特殊的价值。每一幅图拢是囡仔用简单的画笔加色彩来描写因的生活加梦想。特别的是，这群囡仔虽然是身体颜面受损，起来是烧烫伤，不过因却将疾病所带来痛苦转化为画作当中的光彩。每一档陪伴将近400位儿童经过治疗甲复健的阳光基金会，12号来到基美病院进行今年度最后一场的巡回展览，借此呼吁社会更较侪关怀支持。
因为阳光的孩子，他们除了常常必须接受医疗的这些治疗之外，那其实也在整个成长跟生活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遭遇到一些外界的异样眼光，或者是偏见、刻板印象等等。那对他们来说，对于整个自信的这个发展，其实是会有一些阻碍，会有一些冲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很希望说，除了阳光提供的这些完整的身心理重建的这些服务之外，也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小阳光，认识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可能外表有一些跟我们一般人有些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有非常宽阔的这些想象跟他们的能力，那透过他们的画笔都可以一览无遗，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来了解。阳光基金会其实并无孤单，除了有基美病院长期合作，伫辉瑞药厂的赞助，展开画作展览甲月历的义卖，嘛已经10档，希望互因有更较侪勇气甲自信来迎接未来。病童们，那他们从小因为烧烫伤来蒙受这个颜面的伤残，心理的阴影很大，所以如果能够透过绘画，能够走出这个阴影，能够挥洒出色彩来，那是我们最大的期待。那今年也很高兴，辉瑞大药厂也参与来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做社会公益，让烧烫伤的病友、小阳光们能够走出阴霾，能够有更多的一个阳光。那以后我们跟阳光基金会，我们跟辉瑞药厂，我们还要进一步合作，在不是烧烫伤的这个颜面伤残的病友上，我们一起来推动，让他们的人生能够带进更多的阳光。对于阳光基金会持续的对病友的这种服务跟照顾，还有就是奇美医院超过接近30年的这种烧烫伤中心的这种对病友实际的一个照顾，我想辉瑞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付出其实只是绵薄之力啊。但是我们很期待持续的，就像执行长刚刚提到的，扩大对病友或是不同的除了眼损以外，其他的血管瘤或是其他的先天的因素造成的这种需求，能够扩大服务。然后奇美医院也一直在医疗方面持续的精进。那希望辉瑞在接下来能够继续跟2个单位更多的一个合作，那让病友得到一个更友善的环境。那让眼部贫血这样的运动更广为人知，让这些小阳光们都能够尽情闪耀每一天。该月底12号伫基美病院正式开幕以后，将到16号早起，嘛邀请大家把时间来体会每一把画作真特别的价值。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日前举办会员大会，互伫社会上打拼的女性透过互动抗社交，共同提升自身的能量。同时，大家也穿着旗袍，展现女性的水。由台南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主办的繁华若梦时光晚会，伫永康举办，实开40桌，结合复古甲现代元素。8名女性会员穿着旗袍，展现出女性优美的风采。那我们协会呢，是以中小企业的女性经营者为主要的会员群体。那我们致力在提升他们在事业中跟生活中的能力，营造一个共荣发展的这个社群，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人脉资源以及职业发展的平台。该协会拢会定期举办讲座甲活动，希望透过互动抗社交，扭近会员之间的距离，提升女性的正能量，鼓励更加侪妇女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甲事业。我们协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参与我们的协会。今天我们有朗诵比赛。然后姐妹们都跃跃欲试，这里协会是能够提供我们成长跟发挥我们无限潜力的地方，所以台南企业妇女协会值得大家有兴趣的都来参加。协会理事长感谢所有认真参与盛会贵宾甲会员，表示透过这场晚会，期待会当促进协会发展甲社会进步，同时彰显女性在中小企业当中的重要角色。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
由杨守义导演的《痴心巅峰》是第一部完整呈现中央山脉全貌的纪录片，带领观众透过镜头欣赏台湾之美。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首映会，除了向山致敬，嘛推荐大家体验台南每岭的山林步道。中央山脉山景有138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峰，导演杨守义透过摄影机完整记录跑者古民政甲周青以8天10点钟完成登山的历程，表大家不只当透过镜头感受山的美丽甲神秘，嘛要伫因挑战高山的坚持，看见越野精神的感动。该纪录片伫台南的首映会，市长黄伟綽受导演甲华美光学科技的邀请来到电影院，除了推荐该部影片向山致敬，嘛邀请市民体验台南的山林步道。感谢华美光学，它能够赞助这一场，那能够让更多不管是他们的同仁或者是登山的爱好者，更可以发现这部电影能够介绍我们的中央山脉，跟介绍台湾，就像过去齐柏林导演在整个的拍摄能够让大家发现台湾之美一样，这部《痴心巅峰》也一定让你从中央山脉的角度更看到更深一层的这个台湾的土地，那向山致敬，能够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这块土地。该影片以南北全长超过300公里的中央山脉为拍片的范围，嘛是第一部完整呈现的纪录片。市府除了推荐大家来欣赏，对着爱爬山的朋友，嘛了解台南有梅岭、大洞山、碧云、水泉等一登山步道，邀请大家做回来体验。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400系列活动将要展开，台南市府邀请全民提案共同参与。中华江友文教协会明年1月1号将伫二寮关帝北台举办2出音乐会，用音乐共同迎接台南400第一道曙光。用音乐迎接2024第一道曙光，这场由中华江友文教协会策划举办的曙光乍现日出音乐会，邀请到大提琴家张正杰、女高音翁若佩、男中音林正勋、小提琴家林天吉、小提琴张之婷、中提琴徐小红等人共同演出，让参过民众透过音乐节奏变换，感受黑暗渐渐消退，共同迎接日出时刻感动。强友会很有荣幸能够在这一次能够摕到这个跨年，然后2024的第一道曙光，在台南400年的这个荣耀的日出音乐会这真正是非常，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黄伟綽表示，二寮是目前会当看到云海地点当中海拔上低的，真感谢强友会的规划，伫台南400第一天，以阳光甲充满希望的音乐来迎接曙光，也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参与。平地的云海，看得到云海，最漂亮的就在二寮。那至于二寮在1月1日看不看得到，Figaro要看 Figaro， 看 Figaro。所以非常感谢强友会400年的第一个曙光，哇，这是人生很难遇到的一次啊！所以才想说，通过强友会的帮忙，能够以强友会为主体来办一场这样子的曙光音乐会，然后让民众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那真的曾君姐好厉害啊，找到那个音乐界的顽童、音乐界的创意家张正杰老师来帮忙规划这一场，真的是搭得太漂亮了哦。强友会理事长李宗喜表示，这次活动由张正杰策划，是相当的精彩。张正杰教授的创意无限，不断突破传统，再来创新的演出。参场是太鲁阁峡谷音乐节、坑道战地音乐会、
近几年来，张振杰甲弦外知音团伫亲子音乐教育上，更为观众带来真侪惊喜。参像是甲儿童剧团合作的大提琴找新娘亲子音乐会，阁有专为小小朋友量身打造110公分以下音乐会等。相信伫二寮的台南400日出音乐会，一定会成为经典。届时欢迎全国好朋友做伙来参加。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胜怀，咱再会。